好，繼續去啊！而家阿媽又講嘅時候，你慢慢行埋去，總之互相掂住，以佢係主體，做個定格動作。由阿媽開始講嘢，開始行出去啦，唔分前後啦，唔分邊個。阿媽去。傳說世間每個人係啦，可以黐望情，可以黐喺隔離嘅partner，黐咗就唔好喐啦，全部唔好喐啦，全身唔好喐啦。一位天使護佑，可惜像我這一種人，聖母永遠不肯給予憐憫。誰說會與我騎旋轉木馬？天黑了就伴我一起歸家。是我或你犯錯了嗎？我被半路遺棄，受那風吹雨打。誰人愛我這種孤兒仔？若想抱抱，就等下一世。係啦，講完再可以散啦，慢慢散，慢慢散，唔好急，帶住氣散係啦。呢首歌我聽咗好多次，但係都仲有啲歌詞會唔記得。對唔住，你講咗3次啦，講對唔住有咩用啊？咁我應該講咩啊？原來咧，講對唔住都有遺傳㗎。曾經有個男仔，我都同佢講過，喺第3次之後，佢就留低咗一段説話。唉，我頭先跑上嚟啊，9樓啊！